人工信息化修正草案上今年底会上行正议，外界指出讲代理荧幕禁止收钱是采无偿的制度，也毋过爱付营养费，风声讲至少爱100万，也毋过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无这回事，伊嘛强调讲会尊重专家的意见。 台湾代理人物是毋是人改禁？即马进入最后的立法程序，若是草案过关，有意见认为将会降低生囡仔困难度。外界关心，若是代理人物是无代价进行，到时权益要安怎保障？专家会一直这个都是滚动式的一直努力的希望到真正提出来的时候，是最能够保护到应该保护的。 人这样子，因若伫营养费即寡其他的支出，是毋是像即马外口伫咧传的讲100万？卫生部长邱泰源讲无即种代志。根据了解，全世界目前差不多有33个国家开放合法代孕，但是人工信息法修正草案通过，国内差不多7000人会受到好处。目前草案是规定，代理人物就要设立一个台湾，同时满20岁以上、40岁以下，手术进前双方就要接受妇产科医生加心理师相同的评估。若是胚胎放入去了，双方拢袂当停止代理生囡仔契约。在这个法律沟通之下的话，就不会生一个不同种族的这个孩子出来，安全合理。生殖医学并没有输外国。因若姊妹啊是毋是人互相代替生囡仔？根据了解，伫专家会议讨论了，初步并无排除，只要若通过身心咨询就会使。伫草案内容内面，将会要求保障代理人物、代言信息的子女，抑个委托者三方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